欢迎您收看家庭会客室。我们在会客室的这一系列里面，跟大家探讨婚前导航这个主题。今天我们特别要来看人生地图这个主题。什么是人生地图呢？今天我们要来一起探讨。我们常常在交往的时候，男女之间在交往，我们常常认为说我们已经很认识对方了，彼此都非常认识了。但是我们是真的认识吗？我们真的是认识我们对方他以前所发生的许许多多的事吗？在人生的地图呢，就等于是把我们人生一些重要的阶段都把它画出来，像一个地图一样。这个人从哪里出发，从哪里转弯，甚至从哪里走偏了，他把我们人生一些重要的阶段跟一些里程碑把它画出来，这对我们彼此的了解是非常有帮助的。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呢，再一次是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还有冯志梅冯姐来到我们当中。李哥、冯姐，欢迎再次来到我们当中。好，老师。我想说，一开始我们讲这个人生地图很多人可能不是那么熟悉好不好？请李哥先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人生地图，那怎么样子画它，然后它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我想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可能大家会比较容易明白。我们常常说人生如戏戏就会每个情节，不同的时段会有不同的剧情，是这个一直研发过到最后高潮。然后做一个结束，那这是人生如戏。这个和人生的地图差不多。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我人生一生成长的过程，比如说从0岁到20岁，这个过程里面呢，每个阶段的高潮低潮，把它做一个记号。比如说0岁到5岁之间有什么是你很兴奋的事情，那个是你就把它放在高点，比如说正午。如果你是发生一件不幸的事情，或你觉得很低潮，心情很不好，你就把它放在负5的地方。那这个当你每个阶段每个过程，比如说学龄前，然后呢小学到小学毕业，然后中学、初中、高中然后高中要到现在就业的时段里面有些什么事情发生了，然后你觉得最兴奋的事情，或者你觉得很挫折的事，那么在哪一个时间点上面，可能哪一岁哪一年的时候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你把它点出来，点出来以后呢，你再把它连线，因为像我们那个连数字游戏的那种，把它连线，那这个一个曲线呢，就看出我们人生的这个过程曲折，高低山谷都可以看得出来。那再来解释为什么我这个时候会在高处，为什么会在低处，让对方来发现那这个过程就让对方可以了解原来你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你现在会有这样的某些行为模式，比如说有对夫妇。这个太太说，她每次丢出去的东西，先生就捡回来。那这是原来在这个先生的成长过程里面呢，发现他家里非常穷，所以他常常需要废物利用。所以这废物利用，而且他觉得这个竹筒木屑都是有用之处。那你要把它存下来，就可以以备不时之需。所以最好不要随便丢掉。所以他的丢掉的东西是垃圾废物。跟他说没有，这将来一定会用到，所以他就把它收回来存藏起来，这样。所以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模式在这里上演。那如果能够了解这个过程的话，就能够怎样去接纳，而且然后以后怎么样可以正面的。这个接纳并不表示说，那你家就成了这个储藏室或者那个垃圾堆的，不见得。有时候你通过你的接纳，那么会带来对方的影响正面，他可以做调整修正。这真的是很特别因为我们好像很少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看待我们自己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一个一个把它点出来，甚至把它连起来甚至不只说我们没有这样看自己，也没有这样子来看对方这真的是很特别。那有没有一些事情，我相信说把一些重要的事情把重要的人事物把它画出来。那冯姐可以告诉我们，有些什么东西是特别重要，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的？好。其实我们就再一次参考这本书叫《婚前准备完全手册》，然后我们现在看的是第29页，29页里面其实他就教我们怎么样画一个人生地图，这个人生的里程碑那所以我们是参考这本书里面他的一些建议，我觉得非常的好。他在这里提到说，写出3项，在你出生到小学毕业，应该就是0岁到12岁之间这段时间，写出三件令你难忘的回忆。那其实有一位姐妹，她就分享，我听了也是真的很可以同理她当时的感受。她就分享到她小的时候读小学低年级，大概1、2年级的这个年龄。那她说她早上起来的时候常常会有床头气。所以呢，她母亲就对她非常的不耐烦。那因为每天早上穿制服她就会哭这样子，尤其冬天要穿一层一层一层的很厚她就觉得说那个袖子都被弄上去了，这样拉不出来外面穿着夹克，那个袖子里面的衣服就被卡在这里，她就很生气。
他就闹情绪。那他妈妈有一天早上就跟他说：“你再闹，我就把你抓出去丢到河里。”他们家附近真的有条小河。结果他就继续哭闹。结果你知道他妈怎么做吗？他妈真的就拉着他，然后把他扯，就从屋子里拉到屋外，拉到大马路。然后最后就在很多马路上的路人，那是乡下的那个路上。可是他说他们家附近有一个兵工厂。很多的阿兵哥早上要从军营然后去上班，然后在这个路上骑着脚踏车的也有，走路的也有，都是阿兵哥。他妈妈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他从那个马路上就是这样硬推，把他推到那个小河里去。我想大概是一个大水沟了这样。然后他也被吓到，他没有想到他妈真的会这么做。然后他就这个很狼狈的从这个他又被推下去了，他就爬起来，就站在这个小河当中，那个水深到腰，其实我觉得很危险啊。可他妈这个时候还没有消气，就看到他被推下去，然后就站在马路上又骂了他几句，然后掉头就走。他觉得这个对他是非常非常大的一种被抛弃、被遗弃、被否定、被拒绝的一个感受。那当然这件事情也完全影响了他与母亲的关系。他以后就没有办法信任他的母亲。他很害怕，他很怕他的母亲。我相信他里面对他母亲有非常多的仇恨，非常多的不饶恕啊。那你看，像这个是他国小2年级，这一个事件影响了他一生。所以后来我们看到他的一些状况，我们了解了以前的这个事件，我们就能够把这两个连在一起啊。那这是他需要去面对的。那另外一个女孩子，她说是大概也是在她12岁这样的一个年龄，有一天她的父母亲决定要离婚。那他们家3个小孩，所以父母就坐下来谈判，坐在餐桌旁边谈判。他坐在客厅的沙发椅上，然后他妈妈就说：“儿子我要。”然后爸爸就说：“好，那小女儿给我。”那妈妈就说：“那大女儿给你。”大女儿就是这位女士，她那时候是12岁，坐在沙发椅上，她就看着爸妈的这样的一个谈判。结果爸说：“老大我不要，给你。”然后妈妈就说：“为什么要给我？我才不要呢，给你。”他就觉得他像是一个皮球在那里这样被踢来踢去，而这件事情造成他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痛苦。那最后他也真的是没有跟父母亲住在一起。父母离婚以后，他就跟亲戚，他就被送到亲戚的家里，在亲戚家里长大。我认为这样的一些事件，是在我们结婚以前，我们在交往当中，我们必须了解的。我们也要了解这样的事件怎么影响到这个人，然后也可能将来怎么样影响到我们的婚姻。那我觉得这是婚前的一个预备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其实我们前2天在讨论的时候，长安他也分享他在小的时候的3个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对他一生也有很大的影响。其实不只是3个重要的事情，那其实我发现有一些是负面的，有些是正面的。这样比较负面的，比如说我今天打破这个教堂的玻璃，那么是心里很害怕被爸爸挨打的。所以这是我就是小时候就曾经因为犯错，那么影响到我跟爸爸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也另外一方面，那一次呢，我也经验到我爸爸并没有很严厉的管教我，他没有打我，他们叫我赶快多去吃饭。那是因为你离家出走。对，因为我离家之后，后来我回家。害怕就离家出走。所以我经验到我父亲对我的原谅，那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经验。因为我在小时候的这个最好玩的事情，不是写功课，是拿着那个粘苍蝇的那个粘剂去粘那个什么粘蝉。树上的蝉还有呢，夏天呢到池塘里面去抓泥鳅、摸泥鳅，这是我最好的回忆了。那么这个过程，这个在我进入婚姻里面，我发现，我太太她也喜欢大自然，她最喜欢看鸟，到关渡去看鸟，看野鸟。所以你怎么会喜欢看野鸟？其实这个就是我成长的一个过程里面的一个。所以我们的兴趣就是不谋而合的。所以这个了解我们这种过去人生的历程的时候呢。那我们可以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避免冲突，避免那个负面情绪的那个伤害。然后呢，知道他正面的部分呢，可以迎合他的心，那可以营造那个欢乐的气氛，夫妻关系美好的回忆。但是一般人我们通常记得比较都是负面的情绪，所以通常都在这里面钻冲突，却忽略那个正面的部分。他喜欢什么？他过去最享受的是什么？一谈起来
他可以不吃饭，可以不睡觉，可以不会发脾气的。那我们常常忽略这个部分，不会去顺着毛摸这样的，所以就会产生冲突。所以其实我们了解整个人生的那种过程，那我们可以知道说他得意的是什么，他失意，他会避免的是不想碰的是什么。那我们不要故意去碰那个不想碰的地方，那个有点像接伤疤了。本来这个快干了，快要愈合，你再把它拉一次，让它又流血这样的。所以我们就是知道怎么样去避免伤害，去营造有创意的这种美好的关系。所以了解这个过程是有这个重点的。那我这个小的时候这方面的事给我有很好的一个有建设性的部分。所以它不是只是负面的，它也是正面的。不过刚刚常常提到说不要去接他的疮疤啊，可能有的人了解这个理论，但是在实际生活什么叫做不要去接他的疮疤？譬如说，这个人如果你所交往的对象他从小就英文不好啊，他对自己的英文没有自信心，那你就不要去一直去提醒他，哎，你怎么不多努力读点英文啊？这个我们就是不要去碰它。我们说每个人都有他的禁区，那个禁止的禁啊，就是我禁啊，严禁禁止那个禁，我们都有禁区。我们要去了解对方的禁区是什么啊？那有的人他的禁区是，你不要谈我的学历，因为他对自己的学历比较自卑，所以我们就不要去太碰，故意去一直去在这个地方。哎，对。那有的人的禁区是他的身高，有的人禁区是他的体重，或者是他的外表，哎，鼻子，有的人是眼睛，像我眼睛这么小的，不过还好，这不是我的禁区。有的人的禁区是他的父母亲，你千万不可以批评论断我的父母，他对他的父母是非常非常保护的，那这是他的禁区。有的人的禁区是他的某一方面的能力。唱歌，他唱歌不好听，所以他很怕别人发现他不会唱歌。那我们就要去适度的保护。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在结婚以前，如果你就能够了解在结婚以后，其实我们可以免去自己彼此非常多的冲突。我有一个朋友，我们认识一对朋友夫妇呢，他们现在很恩爱啊。但我就发现说，这个先生真的很有智慧。这个太太呢是体型比较大，然后比较胖，属于胖型的啊。那我相信他太太对这方面也是介意的。所以有一次我们就在一起烤肉，大家就在聊天，在说笑，然后就讲到身材这方面，他先生就马上过来啊。我们那时候大概4、5家人啊，他先生就马上过来说：“哎，我告诉你们哈，我太太身材是最标准的，我太太是刚刚好。比我太太瘦的女人都太瘦了，哎，你们这些人都太瘦了。”他太太就非常开心，你知道吗？这个先生非常的聪明有智慧，他知道这是他太太的，也可以说是一个禁区，所以他就刻意的在这方面表现出对太太的接纳和欣赏。那我们说从这个心灵地图的部分，我们可以去找到可能这个人他的禁区在哪里，哪一个部分是他很脆弱的，哪一个部分是他比较有自信心的，哪些经验塑造了今天的他。所以我们可以问他，像你12岁以前3件让你印象最深刻，你觉得影响你最深的事情，或者你说出你这一生当中3个人影响你最深的，对，他们怎么影响你，或者你再告诉我，从你国中、高中甚至大学这个阶段，你最挫折的3件事，然后你最得意的3件事。那我们都把它在这个人生地图里面画下来，用高低点，然后来跟对方分享，你就会发现你们的认识越来越深入，而不只是哎呀我们去看海呀，哎呀我们去看电影喝咖啡。那你在一起的时间你要做什么？我们不能只谈现在，我们必须去了解这个人的过去，哪些事情是让他讲到了他就觉得很羞耻的，那哪些事情是他非常有自信心的。这个是心灵不，我说人生地图的意思。那在这个人生地图里面，那个信仰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这信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我发现我在整个人生地图这个当你有一个正确的信仰，几乎可以把整个悲剧转化成喜剧。是完全不一样，是从一个负面的人生转为正面的人生。
因为耶稣曾说过，他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是我过去完全没有经验到的。我所知道我的人生是灰色的，我是不受欢迎的，我是没有用的，不被爱，我没有价值，这完全是一种灰色的人生。当我活在灰色的人生里面的时候，我也不会去接纳别人，我也不会去欣赏别人，这完全是拒绝在自我封闭的一种情况。当我在大学2年级认识耶稣基督以后，我发现原来我可以穷，但是可以穷开心，我可以不高，但是我的心可以很高，所以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一种人生啊。我没办法决定我生在什么样的家庭，生在什么样的背景里面，那个过去生活的历程，我没办法去决定，我这样走决定。但是我可以做一个决定，是让神来改变我，让我这个整个人生可以从一个完全不同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当我接受主以后，我发现，真正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我就完全跳脱了那个家庭经济问题的因素。我有丰盛的生命，这是事实，而且这种丰盛的生命可以活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可以活在任何的这种遭遇的里面，完全的不一样。那么认识这个信仰以后，就是让基督在我的生命里面做主，他是我的主，我不会自我为中心。当我不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就能够接纳别人，能够欣赏别人但我也不会去否定自己。我知道我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所以当我不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呢，那么我就可以在婚姻的关系里面，跟我在配偶的互动，就是完全按照圣经的蓝图来做。比如做丈夫是叫舍己嘛，舍己是不自我为中心。所以呢，也可以进而当我认识这位主以后，和我婚姻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婚姻是他设计的，这是他最原始的工程师。所以呢，我就可以按照他的蓝图来这个步骤呢来实施，而且可以支取他的能力，用对的蓝图，用这个对的材料来施工营造。那这个婚姻是幸福美满，这是可以预期的，而且是有保证的。所以这个信仰对一个人他的帮助是很大甚至改变是很大。那这个信仰对，就说进入婚姻对2个人在一起，它的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我想这也是当时我择偶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我的另一半一定要是一个爱神，第一优先他要爱神，那然后他当然要爱我。但是我说，如果他不爱神，他只爱我的话，这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像常安说的，如果我们不爱神的话，我们只爱这个人，我们的爱是有限的，是会有用尽的一天而且一般来说，他爱我也是只是因为我满足了他某方面的需要而已。那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更能满足他的需要，那我不是，你知道吗？在这里就是他没有那个一个最绝对的道德标准没有那个神来引导他来约束他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很危险的。那我自己个人是在高2的时候我信主。那其实我以前的节目里面我提到，我在国中2年级的时候到美国去，我也提到我们的家里的经济环境其实是算小康家庭，是不愁这个物质的这方面的需要的，所以我到了美国以后，我也都非常顺利，我很努力的读书，我很快的就在学校里面，我的成绩就很被肯定。那等到我高2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到了美国3年以后，我发现好像我要的东西都有了耶。我功课很好，我同学也很肯定我，我在外面打工赚钱，我自己已经买车了，你看多了不起！我跟我姐姐合买了一辆车，我每天开车上学，沿途接同学，然后放学的时候又沿途一个个送回去我觉得我好拽好了不起，其实非常骄傲的，觉得3年我可以有这样的成就。我也提到说我们家住在夏威夷，那我记得有一天，我在家里的厨房往外看，我们家住在一个山谷的里面，3面环山，另外一面远远的可以看到最有名的 Waikiki Beach 威基基海滩，那个真的是5星级的。我说那5星级的 view，5星级的这个叫什么？窗外的景观我们家住在一个这么舒适，我可以说完美的一个环境里面。夏威夷零污染，空气零污染，海水零污染，然后这么美好的气候，可是我却惊讶的发现，那一天我站在家里往外看的时候，我竟然发现我的心里是格外的虚空，叫做空虚。我什么都有了，我物质有了，我精神方面有了，我还在医院里面做志工你知道吗？我去帮助那些孩子，残障儿童医院里面的孩子，教他们英文，帮他们补习。我也在外面打工，我非常忙碌，可是我心里很空虚。因
因为我感觉到这些没有办法给我真实的意义，所以就在那一天，我对着窗外，我还记得我还在洗碗，然后我就跟上帝祷告，我说上帝，如果你有答案，请你告诉我。那上帝垂听我的祷告，2个礼拜之后，我就到学校参加一个基督徒的活动，然后在那里我认识了耶稣。有人告诉我，神爱你，并且为你的人生有一个奇妙的计划，就是让你经验一个丰盛有意义的人生。我心里马上跳跃，我说这就是我要的，我在寻找的这个丰盛有意义的人生。所以我那天就祷告接受耶稣，但是我对耶稣讲，我说上帝，我不向你求功名利禄，我只向你求一件事情，就是你让我知道我活着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那一天这样的一个祷告，一个接受耶稣进入我的生命里面，这样的一个决定，就改变了我整个的人生方向啊。所以如果你要我画我的人生地图的话，我想那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我人生最大的一个关键不是我们家移民到美国，不是我考上什么学校，我人生最大的关键，那个转折点是我认识了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我很清楚知道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就是要来认识这位神，然后尽我一切所能，让我周围的人也认识神。所以在我大学毕业之后，非常简单的一个决定，我就回到台湾来。那不是一个很伟大、很牺牲、很了不起、很挣扎，没有是很简单的，是很在 in the quietness of my heart， 在我心里很宁静的时候，我非常清楚，这是我人生所能够选择的最有价值的一条路。回到台湾来帮助我自己的同胞哈，我每次谈到这个我还是很感动能够有同胞是很了不起的帮助我自己的同胞来认识神那当然我选择的人生的伴侣也是要跟我一样有相同的这样的人生使命，所以认识长安，然后知道他也是一个爱神的人。虽然我们的背景非常的不同，虽然我们的家庭环境简直是南辕北辙我是外省人，我们现在不应该讲这些但是真的，我父母亲是外省人，他是本省人。我在美国长大，他在桃园乡下长大，他5年级才有鞋子穿。那我是1年级，我们家就搬到信义路的第一片公寓楼从乡下搬到那里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认识神，我们有相同的信仰，相同的人生使命。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生的主，所以我们的婚姻就有保障。哇，所以信仰不止改变我们，也改变我们的婚姻给我们盼望，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真的是一个最美好的一个计划非常非常谢谢你们今天2位所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非常的谢谢你。谢谢黄老师。亲爱的朋友，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节目的现场。这里有爱，有爱是你的天堂，不要简单付出，是真实有希望。这里有爱。欢迎回到家庭会客室。有人说结婚越久越幸福，这个道理是何在呢？其实我今天听完李哥跟冯姐他们的分享，我觉得禁区这个重点其实是互相了解彼此的禁区，其实是蛮重要的。我就听过一个姐妹分享，一个太太还跟我分享，她说她每次听到她先生讲说，你今天到底在做了什么事啊？你今天整天在忙什么？他就整个心里就会觉得说，整个就会发起脾气来，整个暴怒出来。那他今天觉得很纳闷，我才问说，你今天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你干嘛那么生气啊？那原来从这个姐妹她从小的背景，就是她父母常常会责怪她每天浪费时间不写功课或是做别的事情，所以常常会责怪她说，你每天到底在做什么啊？你花时间在做什么？所以她直到听到这句话，她从以前从小到大那个被压抑或是被责备的那种心就整个会爆发出来。所以那现在刚开始不懂就问她说，你每天都在做些什么事？对姐妹来说就是踏到她的禁区。所以结婚越久，其实你就能越彼此了解彼此的禁区在哪里，就要去避免它。其实像今天所分享的一样，如果说我们在婚前的时候可以先画出这个人生地图的话，它其实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很多。它是从一个不同的一个角度，让我们来认识说，其实他这个人的一生呢，他
它不是只有现在你认识的这一段，它有以前的那一段，它以前的高，它的低，它所从人生中发生过最重要的事情，影响他最大的事情它影响他最多那个人是什么，是蛮重要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信仰对一个人的一个影响。我们看到李哥跟这个冯姐他们的分享说，这个信仰不只影响了他们自己，而且影响了他们的一个婚姻。我真的个人也认为说，信仰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在我们刚结婚的这个初期的时候，其实呢，我们有许许多多的挣扎，婚姻其实是蛮痛苦的。我自己的父母亲呢，他们婚姻并不是很顺利，所以我在很早的时候就下定决心说，不论怎么样子，我一定要用尽我的全力，好好的来经营自己的一个婚姻。但是当我越经营的时候，你知道吗？朋友们，我自己是一个专家，是做婚姻跟孩童跟家庭的协谈、治疗跟辅导的一个人。但是当我在经营自己的家里的时候，却是经营的非常的不顺利，直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真的是无辙了，没有办法了。只要来仰望这位神，请主耶稣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说，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这边做见证，我们今天甚至可以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不是因为说我们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技术，有什么样的一个技巧来帮助我们的婚姻，用心理学来帮助它更好，其实不是的，乃是这位上帝呢帮助了我们。上帝是婚姻的创造者，唯有他能帮助我们的婚姻呢更是幸福，更是美满。我们巴不得说，每一位亲爱的朋友，你都能得到这位上帝的一个帮助，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对，的确，其实上帝在我们婚姻真的是掌权的，而且是创造婚姻美满家庭的创造者。今天非常谢谢你收看我们的节目，希望你有任何的问题或是事情要跟我们分享，请您来信、打电话或是 email 给我们。愿上帝赐福于您，愿上帝赐福您。